武圣是曾子，武圣是颜回，武圣是颜回，曾子是宗圣，祖宗的宗。至圣孔子，至圣先师孔老夫子，尧圣是孟子。民国90年代，民国90年代的。对，那是民国90年代，2005民国94年，2006民国95年。这个也是民国90年代的。图章是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，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的图章啊，看展览的盖图章。